伫芭蕾文化奥运嘛有歌戏表演，这是咱台湾真侪戏剧专家啊，佮有甲戏剧身边组团队用台语和客语来唱出咱台湾历史的价值，而且嘛传达台湾对性别平等、平权的尊重。这精彩表演，拢互世界看到咱多元的台湾。用台湾上传统的歌戏扭开彩轻旗，夹到台卡来甲外国朋友互动。这是戏剧身边团队为着芭蕾文化奥运所表演的在恁介意歌戏，用比武招亲的内容，演出公主互相意爱、王子介意查甫的故事，用歌戏传达台湾作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，展现台湾对性别平权的尊重。来法国表演呢，上重要的是这语言的隔阂，就是我们在对各式各样这个世界的人呢，不管是国籍呀、还有语言上啊，他们是完全听不懂的状况下呢，我们要如何用肢体的表达，然后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说的是台湾的语言。刷落来表演的是可怜的人，戏剧身边团队改编自法国经典文学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因希望透过法国历史来展现出客家族群四过迁徙的过程，甲客家以客为家的论性。客家这个字，其实它就是以客为家，对，它没有居无定所，它没有一个定点。对，作为一个它固定的住所。那在《悲惨世界》这出戏，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客家的精神。另外，台湾的乐团 Root 总金星嘛，伫舞台顶展现台式摇滚，将台湾庙口文化介绍给法国朋友。文化部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支持台湾文化表演，除了替台湾选手加油以外，嘛，互世界看见台湾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